魔力宝贝 M 周年庆好康大放送，史上最狂奖励登入宋雨欣，100万经验值天天送，无天敌的超强宠物即将登场，即刻加入魔力宝贝 M， 一起展开冒险吧！天场 M 高阶妖精即刻登入逆转战役。我宁愿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。你的声音很 man， 非常厚实。职业歌手吧，也唱得太好了吧！我刚刚真的是吓到了。别指望我谅解，别指望我体会。超好听，因为我是他的粉丝，非常享受的一首歌。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的好声音，你能触动到我，很不错哦。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。他让我觉得有超龄的那种声线，而且你笑起来好像谢霆锋哦，我觉得好帅。我们听得也蛮开心的。你是看得很开心吧？大概只有邻居不开心吧？对啊，我们都看得很开心哎。哎，这几位是什么表情？每个人都反应不太一样哦。1号啦，粉丝滤镜没办法了啦。第3位，我真的看到他的未来的可能性。我觉得第2位，你从头到尾就是在挺，你就是爱他，一点都不意外。好了，是的，怎么样？还撞了一下，你看看，哇塞，竞争很激烈哦。现在李老师非常的痛苦，5选3。李圣杰老师做个抉择。我的选择是。平民巨星，有实力的人不一定有舞台，有舞台的人又不一定有掌声。平民巨星要从各行各业找到对歌唱有热情的朋友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站在 C 位唱歌给你听。希望你给他们90分钟，好好的欣赏，并且让你看见很厉害的歌手就在你身边。首先，我们先欢迎评鉴团的5位老师，你们好，都是熟面孔了哈。希望今天也给予这些歌手很多的建议哈。接下来要邀请今天大来宾，让我们欢迎情歌歌王李圣杰。哇，厉害！哇，歌王来了，歌王来！今天要把握机会，能够争取一个跟你同台留下回忆的那个权利。对，身负重任。是，我想问一下圣杰，因为我们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唱了很多很厉害的 K 歌了，但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？哇，我工作其实都跟运动有关啦。我当过救生员。我当过网球教练。网球这个不用提了，600多遍了，讲过了。还是要提一下。但是他做过救生员，这个没听过吧？对啊。你真的在就是游泳池坐在那个高椅子上那种吗？对。还是海边？没有，我那个时候考那个红十字救难的。没想到现在变成大家心目中的歌王哈。待会儿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故事，许多爱唱歌的人都跟现在他们站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是不同的。希望你能够抓出最喜欢的歌手，好来跟你同台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平民巨星正式开赛。平民巨星比赛规则共分为13场赛事，每周选出周冠军，每月由周冠军角逐月冠军，最终由月冠军竞争最高荣誉的总冠军。周冠军赛事来自各行各业的5位歌唱好手，各自对应专属标签，根据巨星导师的选择，依序出场演唱。经过2轮淘汰赛后，夺得周冠军的选手将可获得与本集巨星导师合唱的殊荣。各位，首先让大家看一下今天的5个标签哈，待会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，比如说斜杠老板、明星脸、李圣杰的学弟、救生员、
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巧合哦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干过救生员，所以真有一个斜杠的救生员爱唱歌，咖喱赶快哇哦，还有一个，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这个是不小心复制贴上的吗？这段？哎，这个感觉名字很特别。对啊，那到底他是想干嘛？口语化的哈，不知道他要干嘛哦。对，我想看明星脸哎。到底像哪一位明星？像谁？对，尤其他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发现不像，哇塞，那个很刺激耶，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像，也有这种人嘛。现在李圣杰要来做选择，你最想邀请哪一位当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出场的巨星？好吧，我觉得既然是巨星呢，我们就来一个明星脸吧。看看他搞不好是不是真的，也许就像某位巨星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第一位要登场的平民巨星，自称 #明星脸，我们先让他发声，一鸣惊人。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了和。这个是 JJ 的歌。你们觉得他应该是像谁？像吗？可以用影子来看一下。声音不像 JJ， 但是声音不像，明星脸是脸嘛？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明星脸？请登场，欢迎今天第一位站上属于你的 C 位，欢迎平民巨星，来，请介绍一下你自己。主持人好，评审老师好，我是曾子阳，我来自高雄，今年32岁。欢迎你从高雄来哈，谢谢。现在尴尬了。看不出来像谁？我到底像谁啊？我看好久。有人说我像杨宗纬，也有人说我像杨一展。那最近蛮多人说我像李圣杰老师的。哦。不像。要我转360度看一下吗？好啊好啊。哦，超像的。对啊，有像对，这样蛮像的。超像李圣杰的。转过去刚好。哎，这个有点开玩笑。你是真的有被说过吗？就刚刚也有人说我像汪建民，所以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那最早被说像明星脸是在哪里？什么人？最早就是杨宗纬比较多。OK。对，那我老婆说我像言承旭，所以她被我骗走了。哦，好，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包装啦，这个 #只是仅供参考。我们来认识他的故事，他怎么样爱音乐，然后走到今天这个舞台上，请看。我是读电机科毕业的，那我现在是在百货公司销售电器，就是也是相关的产品这样。小时候就很爱唱歌啊，高中朋友找我去比歌唱比赛，结果就不小心得了前5名、前6名。然后我想说，其实我好像可以跟人家去比比看这样。然后就到工作的时候，朋友找我去驻唱，然后就开始有驻唱的这个兼差。目前驻唱跟婚礼歌手到现在是在约5年的时间了。驻唱对我来说是蛮开心的，因为又可以赚点零用钱，然后又可以有时候会吸引到一些异性的朋友这样子。那也因为这个机缘，让我现在找到我人生中的另一半。对，那时候就是我去参加我朋友的婚礼，然后他是那个乐团的主唱，我就听到他唱《天天》那首歌，哇，怎么有人唱这首歌这么好听？利用那个驻唱的时间，就是跟他求婚这样。今天是情人节啊，那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女朋友求婚。彩妮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个有点尖叫声，谢谢。哭了。我就这样被他骗到手。结婚前他曾经有跟我说过，他想要开演唱会，唱歌给别人听，虽然有点难。可是结婚之后就很少再听到他讲这件事情了。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，就一直去比什么百货公司啊，然后像广播电台那种比赛。可是长大之后就开始觉得要务实，就好好工作，所以就是有工作唱歌赚钱，就没有再比赛了。那这次是因为老婆的鼓励之下，刚好小朋友要出生了，想说再参加比赛，证明给他看，以后小朋友可以看爸爸的影片，就是爸爸认真的比这个歌唱比赛，所以这次我会全力以赴。对，大 P 希望你比赛加油，然后希望会有更多人像我一样，会被你的歌声而感动。那我跟宝宝永远都会是你的头号粉丝，加油哦！
这是他的故事啊，那也是斜杠了哈，就是婚礼歌手，但是还有做专柜的柜员。对，我目前是在那个百货公司，因为一般都听过是柜姐，那我是柜哥。柜哥，对，我是卖家电产品的。哦，卖家电就很多就是卖家电好像男生比较多，因为感觉好像3C 类的比较有。对，什么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，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。对。顺便打广告一下。各位最近有没有？最近缺业绩啊，真的。缺业绩。对，最近缺。哦，朱阿丁太太供哦，你的梦想是开万人演唱会、大型演唱会。对，是不是？现在还这么傻吗？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吗？人家都还没唱。其实结婚后就比较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梦想的感觉，因为比较务实。对，有叫务实，就好好工作了。他唱歌最大的收获就是追到老婆。对啦，其实这是已经是最了不起的开心的事情。有梦最美嘛，所以你才会站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盛杰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他的？今天他是第1位选手，要参加这种比赛，你觉得最重要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你个人的声音辨识度。对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带来的是杨宗纬的《洋葱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比赛唱的歌曲，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。好，加油！对，现在开始演唱。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奖励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地守护着你，沉默地等奇迹，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嘴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，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、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、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、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、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、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哇，不错不错，你看我们这个评鉴团一致都为你这个鼓掌啊！几位老师刚刚听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？从你们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担当哈，来，我觉得你大器晚成，你有非常好的天分，可是你还没有被细心的琢磨过，所以我会看到一块璞玉。包括其实给你一个建议哦，就是比方说歌词这件事情，它是有层次的，可能每一句里面你要去找到这一句的重点，或者是这样，像《洋葱》这首歌有很多叠字，
对，那你的每个叠字如果都一样的话，你会听不到层次。可是我也只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你的声音，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。谢谢老师。其实我刚刚其实很感动，我就想象如果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想到多年前我的爸爸为了我，然后想要让我看到这个画面，然后在台上，而且加上你的声音是那种有那种厚度，然后你娓娓道来的时候，我会深深被你的真诚吸引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爸爸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你的声音呢？我有几个想法。第一个，你的声音的厚度是很好的。然后你可以从你的厚度里面发展一些气音，你有一些气音，低音加气音的变化你是有的，但可以再更多一点。好。第二个，你在整个如果你愿意准备进副歌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听不到差别吗？因为你的嘴型是小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副歌你没把它张开，你里面的口腔要开，你的音箱才会大。好，非常谢谢可爱的曾子阳，是个好老公、好爸爸、好歌手的斜杠青年，谢谢你，专业的贵哥。原本在来参加比赛之前是没有什么信心的，那刚唱完第一轮之后，觉得蛮爽的，唱起来很爽，希望有机会可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。如果有晋级的话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刚看他唱第一首完，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晋级的。加油！接下来还有4个 hashtag， 请问，盛杰你要选哪一个标签？斜杠老板。所以他已经是个讨 gay 喽，他还敢站在这里，就是愿意站在这里，因为可能员工都在旁边等着偷笑哦。对，好，各位，他是一个斜杠老板，我们先听他的声音吧，一鸣惊人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。没有人会懂得帮助，将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好，我们欢迎老板出场，斜杠老板。哦，造型很特别的，可爱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好，老板请自我介绍一下。肖哥好，老师好，我是李杰儒 Jerry。你刚刚是唱学友的歌，真的有一点学友的样子，真的吗？是吗？哦，好，请问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老板？我现在在开经纪公司。对，经纪公司。对，还是要问一下哪一种？艺人的词曲版权。大众传播，类似，跟我们同行啊，对，是不是？歌手啊，演员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歌手、演员、主播，还有词曲作者。啊，您自己也有唱歌的梦想哦。我现在有，年轻的时候有，现在有这个节目给我这个机会，也让我来再唱一下歌，给这个同事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有多爱音乐。一个老板稳稳的这个做讨 gay 的后啊，为什么还想唱歌呢？请看影片。我现在自己经营这个经纪公司，那是以这个艺人、歌手，还有这个主播，还有那个创作者为主这样子。那因为自己以前是歌手，所以很希望说年纪大了之后，就是可以自己经营一个这个公司，然后发掘一些人才。那目前我们公司大概有20几位的这个艺人啊、同事啊、创作者、主播这样子。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原本是做这个电子公司的，那因为我国中之后就很爱唱，17岁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到处唱pub 啊、民歌。我们那个时候流行民歌餐厅啊，然后最后才变 pub 这样，就一直唱，然后唱到大概20几岁的时候，有一个机缘可以跟那个海蝶唱片跟我们合作出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叫做 Jerry and Mary 全创作专辑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，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。找了一个搭档给我，一个女生，唱的就 OK 啦，还可以，唱的还可以。然后我就跟她变成一个搭档，她就叫 Mary， 她现在就变成我老婆这样子。那在那时候，因为我跟她彼此之间2个人都在音乐创作上是非常有兴趣的。那她是创作曲，我是创作词。那就在那张专辑之后呢，就没有再有第2张了。那目前就是遥遥无期当中。对。后来我跟 Mary 就退居幕后，
我今天合作到一个老师叫子清老师，就是之前我们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。那子清老师我们合作很久，然后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。我认识 Jerry 蛮久，应该有10年左右啦。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做个经纪公司啦。那我觉得说，你那么会唱，你做经纪公司干嘛？你要不要自己出来啊？你这个歌声如果这样不出来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太可惜。你真的是一个会。老实讲啊，最会唱的经纪人啊，我可以这样讲啦。我 rap 完之后你进歌，好不好？ OK。来喽。好，来喽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都闻啼鸟。这一次有机会参与这一个节目，我觉得对他来讲也算是一个里程碑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算验收吧。或许啦，站在舞台上难免会有紧张的情绪，可是我觉得以他自己本身专业的程度来讲的话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我也相信他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。我希望我在比赛的时候能够至少不管有没有得名这样子，可是我希望能够表现让大家看到，至少一个这个年纪还可以大叔可以这样唱歌，然后看能不能带起一个这个领头羊的角色，激发出更多对这个有梦想的音乐人出来比这个赛。对，太棒了！哇，这个年过40的李老板呢，真的很有勇气哈。等于是家里是电子背景嘛？是。那你有做过电子业吗？做1年就没做了。还是喜欢娱乐圈？对，做1年就开始做这个行业。其实很多业界的经纪人都是很有才华的。很厉害，对，好，你看那个郭子乾的经纪人 David 也是很有戏剧细胞的。像以前我的老板陈富明、曹俊宏都是歌手啊，他们都是后来变推手，对不对？从歌手变推手，因为他们自己对音乐有很大的梦想，然后自己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去走这条路，所以他愿意栽培新人。我想现在你也应该也是有这种心态，有一直开始在做这个事。对，哇，好棒！但是说实在的，做经纪人容易吗？其实现在已经习惯了啦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就是把音乐做好，然后把这个人大家互相嘛。现在的公司我觉得就蛮 peace 的，而且很稳定发展，所以你就可以出来圆梦了。我就可以出来唱歌给这个有这个机会。赶紧来紧张了。其实有一点，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上台了，真的蛮久，大概有10几20年了。好，期待老板的演出。谢谢来，谢谢李老板，谢谢。你要在我们这个舞台唱什么歌给大家听？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现在就要听你的演出喽。谢谢谢谢，请开始。你的柔情似水，几度让我爱得沉醉，毫无保留，不知道后悔，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？没有余力伤悲，爱情像难受的覆水，长长来路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
相对。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谢谢。哎呦，杰如老板，那尾奏还没有结束，你就急着敬礼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就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觉得果然是从事专业的人哦，就是唱的非常非常的整个转音啊，你都有设计过。但是我觉得从我来看，我会觉得缺乏了一点投入跟放松。你因为自己是一个专业的人，你可能很挑剔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能犯错，或这个音要唱得多准，太注重这些东西，反而欠缺掉真诚的部分。是，对，就有点太久有点紧张了，也怕就是像前辈说的一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我是你的前辈，没有错。像我是说的一样。我觉得就是看到你在台上，其实是觉得很棒的，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当歌手的有多辛苦啊。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以后带那个旗下艺人的时候，不容易吧？对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走过这一遭哦。OK， 所以对啊，那我觉得真的要放轻松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唱歌应该是要很自由的，因为你有点紧绷，但是我觉得你的音色是很美的。对，音色。对，如果你很放松的话，我相信就是会更杰出的那样的呈现。是，对，谢谢。哦，这就是一种同理心嘛，你真的站上来才知道有多难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应该办一个经纪人歌唱比赛，让那些助理经纪人哦，全场念你们的那些人都给我上来表演，我上去唱有多难。啊，你看这5个人有多抱怨，你看到底你们是？可是我可以认同，因为我去年办了我自己的演唱会，我访问过这么多的歌手，我到去年我才真正知道他们的心情是什么。对，当我真的站上去唱3小时，精疲力尽，我才知道你们是什么状态，真了不起，向你们致敬，真难了哦。我觉得2件事啊，呼吸跟所谓的专注。什么叫专注呢？当你正式上台的时候，你想的是什么？你在想歌词嘛？所以你刚刚呢？基本上，你是在唱旋律，不是在说故事。你的呼吸呢？你刚刚每一句的呼吸是断掉的，所以你每次唱完一句，然后就停了，唱完一句就，所以听歌的人呢，那个流动就不自然。对，真的是很大的学问呢。是哦，对，应该得到了不少收获吧。哦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比较直白一点。不会。谢谢老板，谢谢李杰如先生 ，Thank you。刷过来，我们来看看还有哪3个标签，请看大荧幕。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还有救生员，还有李圣杰的学弟李老师，请选一个上台，好不好？来一个。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我们先听声音吧。好，请听他的一鸣惊人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我不要变得透明。这个是第一次我这么清楚听到白安的这首歌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他本人唱的时候咬字比较特别一点。好，我们欢迎这位，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登场。哎，是个漂亮的姑娘，那怎么会有这么无厘头的标签哈？来，请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评审老师好，我叫萧雨璇 Shine， 然后我们的频道名称就叫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我们是一个 YouTuber。啊，你的 YouTube 是做什么？因为现在有知识型的嘛，有搞笑的啦。你是哪一种？其实是姐姐的频道，然后我们的频道主要是旅游居多，然后其中也有一些我们居家的一些影片，然后其中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可能是接歌片段的影片，还是有跟音乐有关系的嘛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音乐梦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，请看。我现在目前是一个全职的 YouTuber， 然后我们叫哎，你这周要干嘛？然后我是里面的妹妹Shine。那为什么叫妹妹Shine？就是因为其实频道是我表姐的，
最有名的应该是姐妹的接歌系列，她唱一句，然后我就可以马上接下去这样的影片，然后一段一段剪辑成8集。饭店去饭好，因为他平常就真的太吵，然后随时随地都在我耳边，然后很吵的一直唱歌。今天在这边你会不会接啊？所以我就想说，就是也来反击他一下。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哎，我同事都说你接不到。你最厉害。很自然的生活状态，然后就意外的爆红，最高的点阅率有到达135万。可是因为就是他后来的防备心就越来越重，所以就是越来越难玩他，决定停刊，就让他保留在最美好的那时候就好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然后也会唱歌。幼稚园就会看姐姐们那时候国小，然后他们开始听音乐，开始唱歌，然后我就会跟在旁边唱。但是以前他们都说我会走音，但我就觉得我又没有走音，是你们才走音吧。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参加除夕节目，而且那时候是跟佳佳跟严艺格2个很大咖的女明星合唱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但是过了之后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。不过我真的是蛮想问你的，因为之前很多歌唱节目都有找你，但是你都没有去，为什么这一次你敢去了？因为我之前死啦，这一次的节目名称就叫《平民巨星》，我看到之后想说哇，这个节目是为了我设的吗？而且叫的平民有没有？你不要说自己怎样又厉害又怎样，是平民。好啦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难得我入境，想要就是推荐一下我妹妹。就是她平常虽然你知道甜甜，但是其他唱歌真的是还不错。希望大家用平民一点的标准去爱戴我的妹妹，支持她一下。你在帮我打预防针？对，我先把那个台阶先帮你架好，不然就是我很怕你被攻击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再拜托大家了，支持一下我的妹妹 Shine。拜拜。哇，一个这么成功的 YouTuber 愿意站在这里接受各位的考验，这也是很有勇气的。你不怕掉粉吗？会啊。那你为什么敢来？如果你怕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骨子的叛逆，就是觉得应该要让自己有压力，然后可以进步。然后就像那个节目名称就是平民巨星，对，然后就是自己是一个平民嘛，然后就是在频道里面都号称自己是巨星，然后不要说哦，都只敢讲不敢试。是。对。那么在这之前你做什么？就是你在做专职 YouTuber 之前啊，我是一位客服人员。OK， 所以也是属于算服务业的了哈。对。为什么有勇气离开一个固定收入的客服工作，转职做现在最红的、最夯的 YouTuber？ 我觉得表演，从小应该也是我自己的梦想。那主要是因为姐姐的频道刚好受到大家的喜爱，然后也有一些機會，大家也願意看我們，然後我們就想說，好，那為了自己的夢想，還年輕，那不試就不知道，所以決定做專職的 YouTuber。哇，這現在時代就是這樣啊，這個收入是會比做上班族好，對不對？比較不穩定，但如果做得好的話，當然還不錯。有多不穩定？比如說這個月1萬，下個月100萬這樣。也沒有到100萬，我希望廠商業配趕快來之類的哦。他很開朗，他的影片我看過，都很可愛，很清新。哎，他們那個表姐妹的互動很天然，這樣。哦，謝謝你帶給我們這麼多的資訊跟歡樂。刷了來這邊看你表演了哦。好，來，請問你要唱什麼歌？今天要唱的是郁可唯的《指望》。歡迎蕭宇賢。怕不怕被拒絕？怕不怕被省略？你怕不怕被淪落在宿命中妥協？當真愛宣告凍結，驕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，儘管你寶劍懺悔，真心一旦墜跌就不能飛。別指望我了解，別
着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余晖。怕不怕被拒绝？怕不怕被省略？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？当真爱宣告从缺，骄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。尽管你抱歉忏悔，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，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迎刃而解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填你的缺，太多的是非没什么分别，依恋着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余晖。谢谢雨璇啊，怎么样？唱完之后什么忽然间这么 relax？ 开心哦，放松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哪一个人说你会走音，把它给灭了？是不是？哪有走音？没有啊。对呀，而且你的声音有触动到我，其实不容易耶，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的好声音，坐在这边你能触动到我 ，OK 了。谢谢。而且我觉得你选了一首很适合你自己的歌，哎，我觉得你的唱法跟这首歌很切合。如果要挑一点点，再挑可以更好的地方，可能气的部分要再稳一点，因为唱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些音，你需要有一股气顶它上去，那个要多加一点点练习。但整体上你的完整度已经非常的高，谢谢，棒。我压力来了，来了，毒舌吗？没有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你在这首歌里面的表达。可是可能因为紧张，我还是要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建议。这首歌它要有铺陈，要不然从头到尾会听起来太像了。但是我觉得刚刚的表演是很动人的。那如果要更好的话，就是我给你一点我自己的建议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超好听，因为我是他的粉丝，真的很好听。而且我好喜欢你声音里面那种就是很稳定的那种，就是那种都会女生的那种情感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就是很好听，那个音色，谢谢，太棒了。可以多唱一些歌，因为其实你像在那个就是你在电视上不是在那个YouTube 上面的，就是有时候就看一下短的，对，想要多听你唱一些歌。所以现在真的不接歌啦。现在比较少，就是自己私底下还是会玩，可是就不会把它拍出来。在频道里面为什么不唱一点呢？之后可能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会再唱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勇敢的、完整的，不用玩游戏嘛，就真的认真唱。我觉得这次主要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挑战，因为平常都是一小段，然后没有真的完整的表演过。而且我觉得他台风非常的稳健，然后他也不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真的很紧张或者什么的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谢谢。你唱的很有自己的感觉，然后很有气质，所以在这个歌里面呢，我很期待，如果未来你有机会成为一个全职的歌手，你从你这首歌去听听你自己声音的辨识度，你可以再发挥更多你自己的可能性。好，恭喜雨贤得到很高的评价，谢谢你的这个登台演出，谢谢你的勇气，谢谢，休息一下，好。很兴奋，然后也很紧张，然后我刚唱完就觉得哇，也太爽了吧！然后我想对大家说，就是我们就跟大家都一样，就是很努力的在过生活。然后我现在也是给自己的挑战，所以希望你们看了会喜欢。然后如果我出彩，就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就是平凡人，但是要有勇气挑战自己，加油！阿公两个，你被选倒一个？好吧，
李圣杰的学弟，两个好像都跟你有点关系哈。对啊，一个是学弟，一个是救生员，你选学弟是不是？学弟。你学妹的话就会马上选的啦。哎喂，好，这位李圣杰的学弟已经就位了，我们先听他的声音，一鸣惊人。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与世界，心在淌着血，过去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面对背叛，用了解还是谅解？寂寞边界上行人还有谁？声音也是没有穿透力的哈，欢迎学弟登台啦！好，刚刚演唱的张栋梁的歌曲，现在看到是个感觉是个阳光男孩哈，你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玉祥，指教老师好，然后身体老师好。怎么一点中气都没有？突然被 Q 到，所以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学弟好，哪里来的学弟？我现在20岁，然后我就读国立体育大学。所以你不是国立体育大？不是，但常去那边打球啦。是网球界的学弟，就对，就你也爱网球。我是一个职业选手。职业选手啦。啊，你呢？我曾经职业。对呀，你也是啊，你干嘛客气嘞？你就是转行了嘛。是啊。对呀，那真的算学长啊。对啊，都是网球界的学长学弟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最高的比赛的，你看你职业的嘛，打到哪里去了？我曾经在14岁的时候代表台湾拿下过青少年的亚洲冠军。亚洲的 No.1哦，好厉害呢。好，阳光男孩从球场为什么愿意到歌坛呢？听听他多么爱音乐。我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，是一名网球职业选手。然后在10年的时候，我拿下过全国冠军，也代表台湾拿下过亚洲冠军。这11年来，我确定网球就是我的人生。然后我都开玩笑跟我朋友说，我不是在球场，就是在去网球场的路上。玉祥会接触网球这条路，其实是当时他跟爷爷有一个约定，希望能打到温布顿，站上世界的舞台。所以他几乎1个礼拜有6天半在球场上练球。那这一条路真的很辛苦，可是他觉得他想做到的，他一定会做到。那身为家长的我们，那当然一定支持。所以我们希望他也能为台湾未来拿到更多的金牌。14岁那年，网球圈的大学长李圣杰，他发了一张专辑，然后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，他也来当我们的开场嘉宾做演唱。李圣杰在出道之前，曾经是网球教练。然后那时候在选手区的我就觉得心里很激动，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歌手，然后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网球选手。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疏解压力的方式，有空时我都会戴着耳机哼哼唱唱的，因为那可以让我忘记在球场上的压力。每次只要唱完歌，都会有亲朋好友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歌唱比赛，但是我都跟他们说，我把时间都给网球了，真的没有时间去参加歌唱比赛。台湾网球国手苏玉祥本来预计今年要展开职业生涯，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国比赛。曾经在国际赛中发出时速高达214公里的球，让外国职业选手对他刮目相看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今年本来是我职业生涯的起飞年，无奈遇到疫情，所以很多比赛都取消了。然后这段时间，我除了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心态以外呢，爸爸看到了平民巨星的歌唱比赛，就鼓励我去试看看。那借由这一次的歌唱比赛，其实我们希望玉祥能够把他的声音让大家听见。那业界我们也看到像李圣杰一样优秀的网球选手，又能把歌唱唱得这么好，那我相信玉祥在这部分也一定不会输给李圣杰的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，我一定会像我打网球一样全力以赴，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。上过新闻的好吗？球速很快的好吗？哇，214公里，是不是很快？以天哪，你的专业的角度看，厉害，真的是。你现在几岁？20，机会太有潜力，真的哈。你大半生现在都是奉献给网球哎。对，几岁开始打？我从8岁的时候开始打，加上又跟爷爷约定。对，跟爷爷的约定其实
就是那时候我人是在台北，在高雄，我从台北去高雄，准备要打一个全国的排名赛，但是在我准备要打决赛的前一天晚上，就听到爷爷病危的消息，然后在那前一天，奶奶还有跟我说，我有跟爷爷通电话，他有答应你说他要来看你的决赛。因为从我最小开始打球的时候，都是爷爷手把手带我出去比赛的。然后那次的对我冲击就很大，我就在半夜直接弃权杀回台中，为了要见爷爷最后一面。但是最后就很失望，也没有讲到话。然后就是在那时候牵着他的手的时候，就立誓说我要一直在网球的路上走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我站在场上。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，在认真挥洒汗水的时候，都是一个我怀念他的方式。加油加油，很感动。爷爷是一个英勇的消防员啊，保卫大家的这样。那你现在还多了一个让他看见的机会，就是歌手。今天要好好用另外一个身份，让爷爷在天上看到你的表演了。好，让你调整一下心情，待会准备好了再唱。谢谢。好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方炯斌的《最笨的人是我》。好，欢迎苏玉祥。时光真的能倒流，弥补犯的错，请再次遇见我，能做我都做，该说的都说破，把伤害让我全部回收。若没有狠狠的伤痛，人不会伤痛。趁早学会坦白，就不用愧疚。早点参透温柔，就不会又让你泪流。时间让坚强脆弱，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，最笨的人是我。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，放开你的手。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，千真万确爱过。多希望时间能倒流，不会再有以后。再给我1秒钟，再回到你心中。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。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，不再让你走。若一切再从头，不会再放开手，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，不保留。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。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，不再让你走。若一切再从头，不会再放开手，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，不保留。谢谢苏玉祥，哇！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职业网球选手，他是职业歌手吧？也唱得太好了吧！我刚刚真的是吓到，真的目瞪口呆。他一开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哇，
这是骗人，他平常应该没有在打网球吧？我每天都训练6到8个小时。每天吗？每天。就算没有赛事也要训练吗？就算没有赛事啊。那你有去 KTV 吗？喜欢唱歌吗？很少时间，除非是真的礼拜6或者是礼拜日那种休假的时候，因为我1个礼拜会练6到7天的球。哇，这天然的呢。很强。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是会唱歌的？就是某一次跟朋友、学长、学弟一起去 KTV 啊，然后学长学弟就你怎么那么会唱歌？然后就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参加歌唱比赛啊？不要打球了，那么辛苦还要晒太阳，对，晒得那么黑，每天要6、7个小时这样子换好几套衣服。没错没错，没有，我真的这是一个心里面的约定。OK， 很棒。我觉得，因为他刚刚说他每个礼拜训练时间这么长，然后他是没有受过训练的，没有唱歌训练，没有唱歌训练的，而且只有20岁，也没有驻唱啊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你是非常有潜力的。我觉得20岁真的是他让我觉得有超龄的那种，就是声音的那个声线，对，然后而且你笑起来好像谢霆锋哦。我觉得好帅，他对这肤色也有点像，对啊，有像霆锋平民巨星就是也要有一点这样他的特色嘛，不一定说一定是颜值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那个就是年轻的那种活力在，就让他就是打网球，然后又让你唱歌，我觉得是很吸引人。谢谢。我觉得或许你以后可以拨一点点时间去练唱这件事情，然后再多一点点时间去谈恋爱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刚刚唱歌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是，就是他就是唱歌，他是爱唱歌。但是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对象的话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要唱给什么人？你又知道他没有谈恋爱？我感觉不知道。有谈过恋爱了？有谈过恋爱吧？有吗？对啊，有。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小男人了啦，准备要变男人。你的声音很 man， 我觉得你声音很 man， 所以我听你唱歌，你的声音非常厚实。这是你打网球每天都要训练，但是就是因为你第一次跟乐团，所以你的拍子的稳定性，然后呢，你在唱高音的时候啊，你注意回去再听听看，你那个共鸣哈，还找不到那个共鸣的力量哦。这个如果你继续唱歌，可以再往这方面再努力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盛杰老师，谢谢你来，谢谢，休息一下。很乖巧的感觉那我们台湾的运动界真的很厉害，高手辈出好，最后一个 hashtag 就是标签救生员，我们先听听他的声音，来，一鸣惊人。就算用尽所有真心，却到不了你的心底，回忆难以靠近，你是我奢求的唯一。怎么样？不错啊，清澈。我们层层海选出来的选手，每一个都是不错的。但他真的是救生员吗？来听听他的故事，欢迎他登场。今天最后一位选手，请站到舞台的中央，这是属于你们的 C 位。主持人好，来宾好，各位评审大家好，我是黄和峰，那我来自台北，26岁，目前是当救生员。哪一个类型的是像他是救难？我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是在社区形态的。社区对，因为社区现在豪宅里面都会有游泳池，那他们法规就是一定要配个救生员这样子。每个豪宅里面，如果他有游泳池的话，他必须要请一个救生员。他必须一定要。所以你就是在大楼豪宅里面。对，在豪宅里面。哇，那要把握机会哦。对，少奋斗几年。喂，现在聊到哪儿去了？有没有真正救过人？有没有？有，小孩子的话有，但是其实那个水深其实都不深呐，对，那他只是社区家长可能就大意了，这样就是把他抓起来这样而已。把他赶快捞起来哈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透过以下的影片来看看一个救生员有多爱音乐。水面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。就是从国中到高中嘛，然后我其实都是一个运动员，对，那高一要升高二那个暑假呢，我就是不想要走运动员这条路了，对，然后就是想到说之前跟外婆感情非常好，那就想要回金门读书。那回到金门读书之后，也误打误撞的，然后进了乐音社，开始我这个歌唱的这条旅程这样子。那一直来的梦想都是想要当一个歌手。因为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救生员。那弟弟不要崩
跑，很危险哦。对，那为什么会当救生员呢？是因为救生员的他的时间比较弹性，比较有安排，然后可以去配合我的歌唱比赛的时间这样子。那大家都说我唱歌啊，就是已经到一个很疯狂的境界了。对，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也唱，然后下班也唱。太多你遗忘，走路也唱，吃饭啊，上厕所，只要任何时间可以唱歌，我都不放过这样。念空气里的对白，因为爱不小心当了划过嘴角，暗处的声音，可是你。他真的很吵哎，真的没看过这么爱唱歌的人。住在家里的时候，常常被社区的人投诉，就说他就直接贴那个红色公告，直接贴在电梯里面这样投诉我这样。然后现在租房子在外面也是，就是房东可能会直接传赖给我，就是叫我不要这么大声，这样旁边的邻居就会投诉这样。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歌声的问题吧，因为我蛮有自信的，应该是他觉得真的太吵了。唱歌我觉得他是占了他大部分的时间。那如果他比赛完的话，也会把影片分享在 FB 上面。然后叫我们大家去就是留言，就是说他唱的怎么样啊之类的。因为现在歌唱比赛其实就是我的重心这样，那我一直到处去比赛，那我都会听取老师的建议啊，对，然后去做一些改进，然后再去参加下一个比赛。有一句台的谚语嘛，气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，对，那要不断的坚持跟进步，然后才有机会。那借由这次的平民巨星的舞台，我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救生员也是会唱歌的。这么好听的歌声，不能只有我们听到，去大舞台给更多人听吧，加油！何峰加油，这次一定可以拿冠军，加油耶！哇，很多同学朋友给你鼓励，欢迎你来。有没有什么话对邻居跟房东先说2句？就是对不起，我太吵了。真的是被抗议啊！我也被投诉过，不，你也被投诉过，我们都被投诉过，我们都被投诉过呀。你们这尤其嘉威利他短杠，你真的要小心一点。也不是故意的，那时候我在宿舍，还在台大宿舍的时候，那个隔壁的人也不敢敲我们，他就塞纸进我的房间，就说你唱歌很好听，但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塞字条这样。对，塞字条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用毛巾捂着我嘴巴练歌。然后最近就是去年啊，我跟我妹在家里练歌。就真的很就很不小心，我真的很不小心，我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会吵到人，然后楼上大概隔2层楼的楼上就走下来，就按我家门铃，跟我说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就他要睡觉这样，我说真的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无意识的，我就是无意识的，对，然后自此之后我就不敢在我家唱歌。好，那李圣杰有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像刚刚有人说因为他所以爱唱歌，你呢？你呢？其实因为我的偶像就是圣杰老师，对，那我第一次比赛唱的歌也是圣杰老师的《痴心绝对》，但是第一次比赛，但是我现在比赛都不太敢选圣杰老师的歌，因为圣杰老师的声音太有特色了，所以因为以前不太会唱歌，就会先从那个揣摩开始。计划麦啊，跨舞节目啊，来，我听听看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感觉是一个人的有一点这个雌雄莫辨，我怎么融进去了？对啊，哎，你唱歌好像他哦，你怎么这样？哎，你怎么学鼻音学这么像？学别人，好可爱。是因为唱原唱的歌，你很难不去唱他那个样子。对，你的歌太有特色了。对呀，哎，你很棒的一个圆梦哎，你竟然跟原主唱合唱一段哎，先唱了耶。圣杰老师说他不唱这首歌嘛，在演唱会还是对呀，为了你很荣幸，真的呀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圣杰好哥。好，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来挑战平民巨星的舞台？何峰今天要唱灭火器乐团的《长途夜车》。哇，酷哦！来，欢迎黄河峰的表演，加油！时间是3点半，南下的长途米车，路顶的光线，半生思若想若行，讲袂出嘴的思念，
写袂离美怨的歌，人生是高速公路，我是挂路的车。想袂起迄时阵怎样离开？飘浪的生活渐渐惯死，天天经过遮多年，恁捌着真多道理，煞找无一条路转去，看袂着出口伫倒位，我渐渐失去自己，伫竞争的花花世界，长远世界是孤不离种。出口伫倒位，也不知该对对去。我只是暂时失去方向，我一定会找到转去的路。海风吹入我的梦中，是当初离开迄个下晡。行你的路，行你的路，你对我讲，但是你爱将转来的路藏伫心中，我等你成功。时间是6点半，到站的等到咪车，落车的即马，我是转来的人。黄河风，哇，好棒哦！这又是不同的感觉的一个很热血的摇滚歌。请问你为什么会选灭火器的歌？因为这首歌呢，我之前在当职业军人，那我很常到高雄受训，因为舍不得花高铁票的钱嘛，然后就要搭那个夜车，然后回台北。那就是700块的那种游览车，对对对，然后又人挤人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就觉得在车上偶然听见这首歌，就觉得哦，好符合我现在心情哦。然后回过好几年又来听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个回忆很美好，这样子。当下当然会觉得哦好痛苦哦，就心里一直骂。但是你现在回去看，会觉得哦那都是很好的回忆，这样子。后来不当军人的原因是什么的？当然说军人的薪水当然是越来越稳定的，对呀。但是我不想要就这样，就是人生20年就这样过去。可是你回忆就只有怎么都只有军人的回忆，都是部队的回忆。对，我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就算没有过得很好，没有军人的生活过得那么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要有更多的回忆可以跟人家讲，曾经去参加过节目啊，或者什么一些梦想什么去追逐，很棒哦，很有这个活力的年轻朋友。来，刚刚的歌声如何呢？本来前面听完像那个盛杰老师的声音，可是你突然选了一个这个歌，选了一个灭火器的歌，然后又完全不一样。也诠释得很好，这首歌也选得很好，我觉得也很适合你。然后我就会很期待看到你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表现，因为我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把你定型，就是我不知道你应该要走什么歌路。可是我给予的肯定是你真的很有天分，跟我确定你是很有潜力的。谢谢老师，就很有态度啊，因为你不是热音社的吗？对，热音社，所以就可以感觉到你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歌。对，非常有感觉。对对对，就是很有态度，然后有被你整个就是激动起来。我觉得你唱歌的气口不错，你的声音在高音的时候啊，容易虚掉、空掉，所以乐团一进歌的时候就把你声音吃掉了。所以这一部分你要再加强一下你的共鸣，你声音的亮度才会冲出来。好，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是李圣杰老师要伤脑筋的时候，请你留步，同时欢迎前面的4位选手一起登台。马上要进入5进3的选择了。
李圣杰老师，回想一下刚刚全面的经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明星你还记得吗？网红你还记得吗？还有我们的小谢霆锋，很可爱的网球选手，你还记得吗？如果你愿意一张一张一张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、最深处的谜，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，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。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，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，不再让你走。若一切再从头，不会再放开手。港边的路，阵阵海风，吹你我的梦中，是当初。平民巨星5选3第一阶段的晋级，请李圣杰老师宣布。我选择的是第一位3号萧雨贤，恭喜。第2位4号苏玉祥，恭喜。第3位5号黄可峰，恭喜你，恭喜3位，也谢谢最佳的经纪人，可爱的明星脸，谢谢你们2位，恭喜你们晋级，加油！太棒了，终于晋级了！谢谢李圣杰老师选择我，给我第2次上台表演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表现得更棒的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刚刚老师第一个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吓到哎。然后我站在台上，我还在抖。然后等一下要唱的歌真的是比较难，然后我知道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，所以希望可以稳定一点，有好表现。那真的很谢谢各位评审，就是对我的肯定这样子。那最重要的呢，还是谢谢圣杰老师选我，圣杰老师爱你哦。第一位登场就是排序3号的萧雨贤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严艺格的《也可以》。现在开始，加油！怎么会只剩下自己，还不想认输，用尽力气，用笑撑住，说好这次不许哭。怎么会一再的想念，还不说在乎，浑身解数，想要逃出，却什么也留不住。当时间不为谁而活力，让爱延续下一季，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？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，失去也可以，别再步步紧逼，不留余地，爱只会窒息。就算多难舍的过去，最后还是会过去。就让那体温和那拥抱用微笑平息。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，任性也可以，别再苦苦假意，不留余地，爱只会窒息。就算多难舍的泪滴，最后不让你沉溺。就算一个人，至少还有自己。当时间不因你燃
任性也可以，别再苦苦压抑，所伤心绪，心会更锋利。就算多难舍的泪滴，最后不让你沉溺。至少还有自己。谢谢萧宇璇。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对你来说负担比较大，音堆很多，就是音符很多，然后你好像一直都在试着追上节奏，这件事情会听觉上会有点困扰，就是好像都不在，他那个车都过了，然后你很勉强的拉到尾巴搭上去，那。我觉得可能你在选歌上面，像上一首歌就很适合你，所以我觉得是选歌的问题。刚刚呢，你表现了真假音的转换，真假音的转换最重要是什么？你的气要足，所以你气不足的时候，你换到假音的时候，它会虚掉。OK，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你在层次上的变化，你自己去听，你一直每一个人唱同一首歌都可能唱2到3次副歌。3次不一样的副歌，你要有3次不一样的变化，你要记住这件事情。好，这是你要学的。好的，谢谢宇贤，谢谢还是很感谢你，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挑战自己。多谢来右滚几嘞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的就是标签网球国手，也是非常帅气的这位，让他再次回到舞台上，你学弟啦啊！欢迎玉祥。接下来你要唱什么歌？挑战第2回合。威利安的《慢慢等》。好，现在开始。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白安，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。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绝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。我会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等上线的铃声，慢慢的等到我都睡着了，那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慢的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等红灯别绿灯，慢慢的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白安。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，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。我会慢慢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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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，等上线的铃声，慢慢的等到我都睡着了，那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慢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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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，等红灯别绿灯，慢慢的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
在这里等着。谢谢玉祥。我在身上我只看到天赋2个字，我从你身上看到就是很直接的就唱，没有经过任何的设计，说我要怎么样那边，我觉得这是天赋。我拜托你挪一点时间出来练唱。谢谢。我持相反意见，我觉得你就这样开心的唱吧，不要想太多。对。我是觉得不要再轻易挑战有 grooving 的歌，然后因为你有很好的声音，他有喜欢这样的音乐耶。对。这是他喜欢的歌，对不对？你今天选的歌都是开心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是说我持相反意见，开心就好。我们听得也很开心太多，我们听得也蛮开心的。你是看得很开心吧？我蛮喜欢。我们都看得很开心吧？很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大概只有林俊逸不开心吧？大家都很开心吧？但我们都看得很开心哎。我觉得他选对歌了，至少跟第一首来比的话，我觉得这首他比较容易表现，而且你在高音上的那个亮度跟这个歌是很 match 的，让你的整个声音的表现度上是比较好的。可是玉祥刚刚有一个 moment 很奇怪，他瞄了旁边，你瞄了这边，你唱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他突然闪神，他就唱，我以为他是忘词想喊咔，但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间看这边？你在看什么？记得吗？你记得这个事儿吗？因为刚刚那边有球来了，有建议跟我说要放一点感情，我就想说看一下妈妈。他找目标啦！妈妈好，妈妈好年轻哦，这是妈妈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他也才20岁。那刚刚你们有眼神交流到吗？有吗？哈，你给他力量，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你儿子优秀，谢谢。好，那也请你休息一下了，好，谢谢，感谢玉祥。马上我们欢迎今天的最后一位何峰再次上台。救生员黄何峰，请再次回到舞台正中央。关键性的一首歌了啊！对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卓一峰的《再见烟火》，请开始。你不敢看我，更让我难过。沉默在他们放的烟火，我就像烟火，疯狂燃烧过，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。趁你没回头，趁背影寂寞，才敢把分手说的洒脱。也许该懂了，这心酸性的，勇敢的爱还是输给猜测。可是我怎么了？站在了，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，松开手我却那么痛。可你怎么了？牵强的微笑着，把原谅说很重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。既然没劲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。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，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。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静静降落，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很辽阔，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。找回自然的我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。既然没劲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。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。
让汹涌的温柔随他去自由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。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紧紧将我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河辽阔，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。谢谢。谢谢最会唱歌的救生员啊，黄河风太可怕。来，请问几位有什么建议？你蛮有自己的味道，在这首歌里面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而且我觉得你真的还蛮多样性的，就是各样的歌你好像都可以表现的有你自己的味道，很不错哦。老师，对，我觉得你自带 compressor， 就是它声音有自带一个。就是把所有的音你就算高音还是不会冲出来的，就是一个自备 compressor 在那边小那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压缩器，自己把它压缩了。对对对，就不会让就是你高音很冲或者很失控，因为高音很容易会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冲，然后很刺耳。对对对对，但都不会，你整个听起来好舒服哦。我觉得你蛮适合当发片歌手，就是可以一直让人听你的歌，一直重复。谢谢。我很佩服你去选了卓一峰这个歌，并且唱的跟卓一峰非常不一样。而且我认为这个歌你刚刚一唱了，我就忘记卓一峰怎么唱的了。所以我觉得你是非常有潜力继续留在舞台上，成为一个不管是 live 歌手或者是当发片歌手，我认为你是非常有潜力的。谢老师，3位选手当中，你是最有比赛经验的。你看整个乐队气息掌握层次，你是做最好的。但是一个歌手要找到他的可能性。OK， 我刚刚从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比较，你在一些共鸣点上，刚刚可能是用 compressor 来形容，就是你要怎么样再有更大的一个突破。我觉得你这个要想一下，不然会有一点点被定在那个可能性里面。对，所以你声音的弹性要再练多一点。对，这是我对你的想象，因为你跟乐团跟得很紧，跟得很好。层次也有做出来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你，请留在舞台上。我们邀请前面2位选手一起登台。接下来是3进1，李圣杰老师要挑选1位本周的周冠军，并且有一个合唱的机会，用高规格的摄影棚记录同台的演出。现在李老师非常的痛苦，有要拉票的吗？不是，他很痛苦，他不想决定。你们可以给个建议或啥的呀？来，我们意见嘛哈。没有，我觉得3位都我特别觉得就是第3位是我认为，如果我今天做一个音乐制作人，我知道怎么帮他，这是我特别有想象的一个声音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歌手不是只会唱，你要有流量。那1号的流量是最好的。对啊，他事半功倍，他一出去就有65万。哦，来，还有没有什么？我觉得那个第1位，因为他是 YouTuber， 他很习惯面对镜头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怯场跟那种闪避，非常的自然。对，我觉得第2位真的蛮符合平民巨星。你从头到尾就是在挺他，你就是爱他，一点都不意外。好了，是的，怎么样？不是平民巨星，他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符合这一个名字，就是平民，就是你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唱歌，没有练歌，他平常也没有在唱歌，他也没有在练歌，就是个平凡的爱音乐的孩子。对，但他就是巨星，他在台上他就变成巨星了，也蛮有道理的。对啊。哎呀，1号啦，粉丝滤镜没办法了啦。张芸京也是自始至终哈。好，现在让李圣杰老师做个抉择。我的选择是。苏玉祥，这几位是什么态度啊？什么表情？每个人都反应不太一样哦。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就是看得出来吧？俊逸，对，因为我还是要就是帮这个3号的这个选手
讲一下话，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他的未来的可能性。谢谢两位，谢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好，请玉祥留在舞台上，恭喜你，本周周冠军还撞了一下，你看看，哇塞，竞争很激烈哦。何峰，干什么？拐他一下，没关系啊，不要蹭乖啊，不要蹭乖啊。你拐他哎，怪几嘞。好，你这个心得是什么？分享一下今天周冠军的感想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突然有这个机会，让我在训练闲暇的时间来参加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节目，有这样子的舞台，让我表现不一样的自己，然后最后可以被盛杰老师，然后各位老师们推荐，然后选到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？我很挣扎。其他2位真的是如俊逸讲的，也是很厉害。女生呢也很有潜力。那我为什么选你？因为我们叫平民巨星。你在最繁忙的时候，你是在打球而已。但是呢，你今天是第1次上舞台，你没有任何上台经验。我看好的是你后面的可能。谢谢盛杰老师，谢谢。恭喜你，周冠军诞生啦！也谢谢5位评鉴团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交给玉祥以及李圣杰，情歌天王。站在歌声旁边。对啊。不要紧张。哦。这个偶像的程度是我心中球场的费德勒。我们今天合唱完，你以后就要固定跟我打球。一定。为什么不把它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2个他？最后一句就不要再上去了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的。OK， 可以啊。好，我会走。好，可以了，来了，你先发球。直到爱消失，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，只是它早已离去。直到你想通，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。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2个他？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。直到爱消失，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，只是它早已离去。直到你想通，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。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2个他？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
法自拔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要深爱的两个他？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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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Yeah. 小时候的时候呢，家境也不是这么的优渥，其实我都是半工半读的。其实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啊，为了家庭啊，为了养活自己，牺牲自己的梦想，但终究他还是站上这个舞台，可以来追梦。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？咱们这里家看你表演，我欢喜吧，唱得非常的好，你就是你，你的声音无可取代。我等爱啦，等爱你身边。您现在贵庚哈？54，有开热炒店，50几岁了，还愿意站上这个舞台唱自己的歌。因为我觉得唱歌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事。很有魅力的大叔，我刹那之间感觉回到秀场时代，有没有？有人来讨钱的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今仔日钱啊，无要提出来，看是要等卡还是要等手。”然后我妈妈就跟他讲说：“明仔总提起，我们家已经那么穷，上个连贵的拜托啊！我要保护我的妈妈，因为她已经很辛苦，我不希望说还要这样子被打。”我觉得他的歌声很有故事性，他是用生命在表演的，而且他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我可以最直接感动。真好听，赞。天场面，高阶妖精即刻登入，逆转战役。